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。清晨的台中街头，早餐店里飘来熟悉的香味。白粥配腌黄瓜，汉堡里加注几片酸黄瓜，这是我们台湾人最习惯的早餐组合。但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简单的2片腌黄瓜，可能已经等于一位年长者整天应该摄取的钠含量的一半。让我给你看一些令人震惊的数字。1片便当盒里的腌黄瓜含有200到300毫克的钠，3片牛肉面里的酸菜就有600到700毫克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每天都在吃腌黄瓜，但没有人知道它可能悄悄地增加中风、肾衰竭、骨质疏松的风险。请你一定要把这个影片看完。如果你中途离开，可能会错过跟骨折和胃癌直接相关的部分，这些问题正影响住台湾大部分60岁以上的长辈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我不是要吓你，而是希望你了解怎么吃才安全。让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林志明医师，今年68岁，曾经在高雄的医院担任内科医师长达30年。在这30年的行医生涯中，我看过数百位病患因为脚水肿、血压突然飙高而来挂急诊。当我们仔细询问他们的饮食习惯时，发现一个非常小的习惯在作怪，那就是腌黄瓜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不可思议，腌黄瓜这么常见的食物，怎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？让我先安抚一下大家的担心。腌黄瓜本身不是坏人，它里面的盐分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你看，腌黄瓜是经过发酵的食物，本来对肠道有益处，能提供益生菌，帮助消化。这些都是好的。问题出在我们怎么吃，吃多少，还有谁适合吃，谁不适合吃。今天这个影片，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告诉你台湾人吃腌黄瓜最常犯的7个错误。每一个错误，我都会给你清楚的解决方法。你不需要完全戒掉腌黄瓜，只需要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好。在进入7大错误之前，我想先让你了解为什么这个话题对我们台湾人特别重要。台湾人的盐分摄取量在亚洲国家里面是属于比较高的群体。这不是要批评谁，而是我们的饮食文化本来就是这样。我们的每一餐几乎都有腌制、咸香、泡菜类的食物。早餐有腌萝卜、腌黄瓜，午餐便当有福菜、梅前菜，晚餐可能还有豆腐、乳、笋前，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。但问题就在这里，当这些食物天天出现在餐桌上，盐分就会慢慢累积，而年纪越大，身体代谢盐分的能力越差，影响就越明显。我不是要你完全放弃这些美味，事实上，腌黄瓜也有它的好处，它含有益生菌，可以帮助肠道健康，促进消化。对于胃口不好的长辈来说，一点酸味还能开胃。重点是平衡，我们要学会怎么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健康。接下来，我会一个一个告诉你台湾人吃腌黄瓜最常犯的7个错误，以及该如何避免。第一个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分量没有控制好。很多人以为腌黄瓜只是配菜，吃多一点没关系。但你知道吗？1根在便当店卖的大腌黄瓜含有650到900毫克的钠。如果你早餐吃了2根，那就已经接近一整天的建议摄取量了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钠摄取量不要超过2000毫克，也就是5克的盐。当你吃进太多盐分，身体会立刻有反应。第一个就是水肿。你可能会发现早上起床时手指肿肿的，戒指戴不进去。
脚踝也肿起来，鞋子变紧，脸看起来也比平常浮肿。这是因为盐分会让身体留住水分，当血液里的钠浓度升高，身体会努力维持平衡，就把水分也留在体内。更严重的是，长期吃太咸会让血压慢慢升高，高血压又会伤害肾脏、心脏、血管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解决方法很简单，把腌黄瓜当成调味料，而不是一道菜。每次只吃2到3片薄片就好，这样大约只有50到100毫克的钠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你可以把腌黄瓜切得很薄很薄，拌进凉面里面，或是加在三明治里，加一点点在便当的白饭上，这样既有味道，又不会摄取过量。记住，少量多次使用，让腌黄瓜成为点缀，而不是主角。第二个错误是很多人会忽略腌黄瓜的苦味。有时候你咬下去会觉得有点苦苦的，但可能觉得没关系，还是继续吃。这其实很危险。苦味来自一种叫做葫芦素的物质。当黄瓜在生长过程中受到高温缺水的压力时，就会产生这种苦味成分。对年长者来说，这特别需要注意，因为年纪大的人肠胃比较敏感，如果吃到含有葫芦素的腌黄瓜，很容易拉肚子、腹痛，甚至呕吐。除了苦味，还要注意其他变质的迹象。如果腌黄瓜闻起来有怪味，或是表面变得黏黏滑滑的，那就是已经坏掉了。有些人会觉得丢掉可惜，想说洗一洗应该还能吃。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变质的食物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，吃下去会让你生病。解决方法很简单，相信你的味觉。当你吃到苦味，或是闻到奇怪的味道，就立刻停止，把它丢掉，不要舍不得。健康比省那一点钱重要多了。买腌黄瓜的时候，也要注意保存期限和储存方式。开封后要冷藏，并且尽快吃完。第三个错误是在胃不舒服的时候还吃腌黄瓜。腌黄瓜是酸的，因为它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醋酸，这个酸味就是它好吃的原因。但对于有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的人来说，这个酸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痛苦。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，吃了腌黄瓜之后，胃酸会更容易往上冲，你会感觉到喉咙烧烧的，胸口闷闷的，甚至半夜会被酸水呛醒。我有一位病人，50多岁的女士，她很爱吃牛肉面配酸菜，每次吃完晚上就睡不好，一直打嗝，喉咙很不舒服。后来我建议她先停掉酸菜，改吃清淡一点，症状就明显改善了。如果你有胃溃疡，酸性食物会刺激伤口，让溃疡更难愈合，你会一直觉得胃痛、胃胀，吃什么都不舒服。那该怎么办？解决方法就是暂时避开腌黄瓜和其他酸性食物，特别是晚餐，千万不要吃宵夜时配酸菜，因为躺下来的时候胃酸更容易逆流。如果真的很想吃，那就在白天吃一点点，吃完后记得喝1杯温开水，帮助稀释胃酸。如果你发现每次吃腌黄瓜都要吃胃药，那就代表你的胃已经在抗议了，请停止吃，让胃好好休息。第4个错误特别容易发生在年长者身上，那就是脱水和电解质失衡。当你吃进很多盐分，身体里的钠浓度会升高。为了平衡这个浓度，身体会把细胞里的水分拉到血液里面，结果就是细胞变得缺水，整个人觉得很渴。问题是很多老人家不会觉得口渴，
他们的口渴感觉变迟钝了，所以就算身体缺水，也不会主动去喝水。这样持续下去，就会出现脱水的症状，头晕，全身无力，站起来会眼前一黑，甚至昏倒。我在急诊室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，老人家在家里晕倒，送来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血液里的钠浓度很高，但身体严重缺水。再来是电解质失衡，当钠太多，钾、镁这些重要的电解质就会跟住流失，这会影响心脏跳动，造成心律不整，也会让肌肉无力、抽筋。所以，如果你是长辈，或是家里有长辈爱吃腌黄瓜，一定要特别注意水分的补充。解决方法是这样的：吃完腌黄瓜之后，立刻喝一大杯温开水，过20分钟再喝一杯，不要等到觉得口渴才喝水，要主动定时补充水分，特别是在夏天或运动后。如果你发现尿液颜色很深、很黄，那就代表水喝得不够，要赶快补充。第5个错误是很多高血压病患都会犯的，就是一边吃血压药，一边吃腌黄瓜。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不行。降血压的药物有很多种类，其中一种叫做利尿剂，它的作用就是帮助身体把多余的盐分和水分排出去。当盐分减少了，血压自然就会下降。但如果你吃了降血压药，又吃了很多腌黄瓜，那就等于一边在排盐，一边在补盐，药物的效果就被抵消掉了。我有一个病人刘先生，72岁，住在台南，他每天都很认真吃血压药，但血压还是控制得不好，时高时低。我问他的饮食习惯，他说每天早餐都吃便当，里面有半根腌黄瓜，中午如果吃面，也会加一些酸菜。就是这样，看起来不多，但每天累积下来，盐分就超标了。后来我建议他减少腌黄瓜的量，改用其他方式调味，比如加一点柠檬汁或香菜。2个星期后回诊，他的血压就稳定多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吃血压药，腌黄瓜真的要小心。解决方法是腌黄瓜只能偶尔吃，一次1到2片薄片就好，优先选择低钠的腌黄瓜。现在市面上有卖减盐版本的，钠含量大约只有一般的1半。吃之前可以用清水快速冲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盐分洗掉一些。记住，药物是在帮你食物，不要变成敌人。第6个错误是有肾脏病或肝脏病的人没有特别注意腌黄瓜的摄取。先说肾脏病，肾脏的功能就是过滤血液，把多余的盐分和废物排出去。如果肾脏已经受损，它的过滤能力就会变差。这时候，如果你还吃很多盐，肾脏就无法把盐分排出去，结果就是盐分留在体内，造成全身水肿，特别是脚会肿得像面包一样。更严重的话，水分会积在肺部，造成肺积水，让你呼吸困难。血压也会越来越高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我有一位病人，郑太太，65岁，住在新北市。他本来就有轻度的肾功能不全，但因为他很爱吃腌制类的食物，酱菜、豆腐乳、腌黄瓜都不忌口。结果有一天，他的双脚肿得非常厉害，鞋子都穿不下。来医院检查，发现肾功能又恶化了，而且有肺积水的迹象。我们赶快调整他的饮食，严格限制盐分，过了几天，脚肿才慢慢消退。再来说肝脏病，特别是肝硬化的病人。肝脏负责制造白蛋白，这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，可以帮助维持血液里的水分平衡。如果肝脏功能不好，白蛋白就会不足，这时候水分会从血管渗透到腹腔，造成腹水，肚子会胀得很大，人会很累，呼吸也困难。吃太咸的食物会让腹水更严重。
所以，如果你有肾脏病或肝脏病，一定要先问过医师能不能吃腌黄瓜。很多情况下，医师会建议你完全避免。这不是小题大做，而是真的会影响病情。现在要讲第7个，也是最危险的错误，就是长期吃腌黄瓜会增加胃癌和骨质疏松的风险。先说胃癌，腌制食物里面含有很多盐分。当你常年累月吃这些高盐食物，胃的黏膜会一直受到刺激，就像你用粗糙的布一直摩擦皮肤，久了皮肤就会受伤一样。胃黏膜也是这样，受到反复刺激之后，就容易发炎、溃疡。这时候如果刚好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，它就更容易在这个受伤的环境里生长。幽门螺旋杆菌是造成胃癌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我要强调，不是说你今天吃了腌黄瓜，明天就会得胃癌，不是这样的。但如果你20年、30年都保持这个习惯，天天吃，那风险就会慢慢累积。所以，预防的方法就是减少高盐食物的摄取，保护你的胃黏膜。再来讲骨质疏松，这个更容易被忽略。很多人不知道吃太多盐会让钙质流失，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当血液里的钠浓度升高，肾脏在排出多余钠的时候，会连带把钙也一起排出去。你可以想象，钠和钙是坐在同一条船上，钠被丢出去的时候，钙也跟住被丢出去了。长期下来，骨头里的钙质就会越来越少，骨头变得脆弱，容易骨折。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案例，黄先生74岁，住在嘉义。有一天他在浴室里滑了一下，只是轻轻地坐在地上，结果髋骨就骨折了。送来医院检查，发现他有严重的骨质疏松。我们问他的饮食习惯，发现他很爱吃腌制类的食物，早餐一定要配腌瓜，中午吃便当也要配福菜，晚餐有时候还吃豆腐乳。这样长期高盐饮食，加上年纪大了，钙质本来就流失得快，骨头就变得非常脆弱。那该怎么预防呢？第一，减少整体的盐分摄取，不只是腌黄瓜，所有高盐的食物都要注意。第二，多吃富含钙质的食物，牛奶、豆腐、台湾的芥蓝菜，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。第三，每天早上晒15分钟太阳，阳光可以帮助身体制造维生素，维生素的可以帮助钙质吸收。骨头的健康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保养，不要等到骨折了才后悔。现在让我总结一下台湾人安全吃腌黄瓜的7个原则。你不需要完全戒掉腌黄瓜，只要照住这些原则做，就可以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健康。第一，每次只吃2到3片薄片就好，把腌黄瓜当成调味料，不是主菜。第二，选择低钠的腌黄瓜，市面上有卖减盐版本，钠含量比较低。第三，避免在晚餐吃，因为晚上躺下来的时候，胃酸容易逆流。第四，如果你正在吃血压药腌黄瓜，要非常小心，能少吃就少吃。第五，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，暂时不要吃腌黄瓜。第六，吃完腌黄瓜之后，立刻喝1大杯水，过20分钟再喝1杯。第七，如果你有肾脏病或肝脏病，一定要先问医师能不能吃。这7个原则记起来，你就可以安心地享受腌黄瓜的美味，不用担心会伤害身体。记住，健康的饮食不是要你完全放弃喜欢的食物，而是要学会怎么聪明地吃，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了很多，让我快速帮你整理一下重点。腌黄瓜虽然美味，但如果吃得不对，可能会带来高血压、肾脏问题、胃食道逆流、胃癌、骨质疏松等风险。特别是对年长者来说，这些风险更高。因为年纪大了，身体代谢盐分的能力变差，肾脏功能也不如年轻时候。
但是我再次强调，你不需要完全戒掉腌黄瓜，你只需要懂得怎么吃，吃多少，什么时候吃。记住那7个原则：控制分量，选低钠，避免晚餐，注意药物，保护肠胃，多喝水，有病要问医师。你还是可以享受那个熟悉的酸香味道，但要用更保护身体的方式来吃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我真心希望你可以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祖父母或是身边的长辈，让他们也知道这些重要的资讯，一起保护自己的健康。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平常都吃哪一种腌黄瓜，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吃法？林志明医师会继续陪伴大家，为大家的健康把关。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